可以吗？没问题吗？都可以。好，那我们就先回到自己的位置，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我们今天的俯视喽。这个可以先拿在手上。是测试黑色黑色有 OK。诗慧 OK。传到OK test test， 好 OK 了哈。123，123，123，123。好，这样可以啊。喂。
喂。大家到早，真欢喜礼拜的时阵，甲大家做伙伫咧教会聚会吼。即几工的天气拢无啥稳定，有时阵出日头，有时阵落大雨，就亲像咱每一个人的生活。昨阮亲子小组啊，佮有囡仔团契嘛有出去耍，出去耍的时阵心情就好诶。结果发生一寡意外，然后阮兜就出现了暴风雨。回家我们2个小孩就在经历暴风雨的过程，所以就亲像这天气，定定拢有无稳定的情形啦。不过不论怎么样吼，无论安怎，阮拢非常感谢上帝，咱会使来到上帝的面头前，安静去听候上帝要对咱讲的话。咱即马伫咧礼拜开始大声，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主比怜悯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灵引带聚集阮每一个人来甲主你的圣会。主啊，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阮通好信靠你；因为你的疼，阮通好认捌你；搁因为你的疼，阮通好伫咧主你的厝内底，甲阮的兄弟姊妹三甲聚集来敬拜你。主啊，安尼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安尼的喜乐是遐尼啊快，安尼的平安引带阮一世人会当行过悬悬低低，无论发生啥物代志，阮拢知影，阮伫咧主你的疼当中，阮是上宝贝的迄一个。主啊，多谢你，今仔日是主你圣的日子，阮要来敬拜你。阮要来敲找主你对阮的恩赐。伫今仔日的主日，阮嘛看见侪侪青少年，因为着要服侍主，献上家己的时间，而且来到主你的面前，希望今仔日的聚会，自头到尾拢有主你的看顾，
愿主会当引带阮每一个人，伫阮认捌你、认捌家己的过程当中，会当愈来愈成长，愈来愈勇壮。无论阮即马是伫咧人生的叨一个阶段，青少年的阶段，上无用的工课，啊，阁有养饲囡仔的阶段，或者是阮已经甲年岁较成长，会当甲阮的智慧传承互搁较侪的少年人的阶段，阮拢恳求主引带，伫阮来甲你的面前的时阵，愿主恁亲身成做阮的老师，亲身引带阮每一日的生活。阮将今仔日的主日自头到尾，恭敬仰望交托伫主你的面头前。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少年主日，那邀请大家，若是方便会使徛起来，来甲少年团的亲友一起来敬拜。在这个开心的日子，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然后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奇妙恩典，奇妙作为，唯有你。上帝，互咱会当伫即个所在来做伙敬拜，来做伙用伊的听，互咱来敬拜，来学努力。咱做伙用一首诗歌《你的爱》来做咱礼拜前的敬拜。了解我的感受。
我正欣赏你的爱如此深切，多使我无以放大，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啊，求你引我，互我跟对你来行。我伫你的旨意，一生讨你的欢喜。主啊，求你开阔，使我深深的脚趾，行伫你的旨意，低头记你无骗你。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托，我心来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来传讲，抓着你应允祈祷。主啊，求你引带，互我跟对你来行。我伫你的旨意，一生讨你的欢喜。主啊，求你开阔，使我深深的脚趾，行伫你的旨意，低头记你无骗你。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托，我心来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来传讲，抓着你应允祈祷。凡事来祈祷，相信全交托，我心来仰望，亲爱的主在笼中。凡事来祈祷，相信来传讲，抓着你应允祈祷。凡事来祈祷，相信来宣告，抓着你应允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互着咱每一个人伫遮来敬拜、来服侍、来荣耀你的名。求你帮助咱，互咱拄着每一件代志，拢来祈祷，拢抓着你的应允。感谢上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请坐。
即时咱请李耀文兄弟来宣调。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灵根，因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灵根。圣诗，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第645首，咱着来吟诗。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着出大欢喜的声，着出大欢喜的声，而乐拯救咱的石盘，而乐拯救咱的石盘。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着出大欢喜的声，着出大欢喜的声，而乐拯救咱的石盘，而乐拯救咱的石盘。三更高处，咱三更高处的面前，感谢阮的，感谢阮的，感谢阮的乐。咱三更高处的面前，咱三更高处的面前，感谢阮的，感谢阮的，感谢阮的乐，因为主上帝的光，万能的光，上帝的光，万能的光，万主的主上帝，亲手在地球中，他的爱是从这传说着万人爱，梦想的主上帝。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咱着来吟诗，吟诗而乐主上帝。流出大欢喜的声，流出大欢喜的声，而乐拯救咱的石盘，而乐拯救咱的石盘。请坐。即时咱请李尚浩兄弟来带咱主祷文。咱用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你天你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遮，天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莫伫带阮离伫去，就救阮脱离伊的歹下，因为国、权能、灵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即时，咱请郑主基兄弟来带咱启用。请咱做伙来启用，伫新圣城的后边，启用文第33篇，就是诗篇第139篇。
上主啊，你有感操我把我？对经营，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像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倒闪你。我若落阳光，你嘛伫遐。也是去到你倒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压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山较济。上帝啊，求你感操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这是咱请陈可轩姊妹来带咱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通过你的囝，阮的主耶稣来拯救阮，互阮性命有永远的毋忘甲价值，互我来敬畏你，服侍你，来食做你的奴仆，出去做福音的光甲盐，伫即个世间为着你做见证。也毋过，阮也有济济惊吓、软弱甲怀疑，阻挡阮服侍你的成志。主，阮知阮的无够业甲缺点，求你照你丰盛的恩典，除去阮的惊吓甲怀疑，互阮伫得时无得时，拢会使传你的真理甲活命的话，伫各位兄弟姊妹中间。阮也思念神圣忧伤、肉体欠安、送向受苦、家庭四散的可怜人，求你守赐因富足甲平安，也互阮通过祈祷，诚做你救苦救难、拯救世间人的同工甲奴仆。阮要求你启示阮，守赐阮有够业的智慧，来明白你的旨意。阁有加倍气力来跟对主你的脚步。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请柯碧云兄弟来带咱读圣经。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何西阿书第10章第1节到第11节，也是台语汉语本的圣经第1000页。何西阿书第11节第1到第11节。第1节，以色列最恩爱时，我疼伊，高调我的囝出埃及地。
那救因那走开，现在伫遮的百里，烧香伫湖上。我甲伊发现学行，牵伊的手，总是因毋知我医好因。我用智慧的手，甲仁爱的大牵因。我款待因，亲像对因的压滚，透开的家下，用牛草的下伫伊的面前。伊无顾倒去埃及地，亚述要做伊的王，因为伊毋肯倒转，倒客要到伊的城，毁坏因的门框，因为因的计谋无吞买。我的百姓惯意要背我，虽然有人叫因毋伫志愿的，总是毋一个尊重伊。以法莲啊，我抬头会去散你；以色列啊，我抬头会将你交互人。我抬头会互你亲像阿嬷，抬头会款待你做食片。我回心转意，我自爱的心真热。我无要发出我猛烈的受气，也无搁毁坏以法莲，因为我是上帝，毋是世间人，是伫恁中间的圣个。我无要伫受气中领教恁。耶和华要亲像狮在吼，因要对伊来行。伊吼的时，遐囝就袅袅窜，对西方赶紧来。因要袅袅窜。亲像即鸟仔对埃及紧紧来，搁亲像鸡仔对亚述对到。我要互因徛起家己的厝，这是耶和华讲的。献诗，这是咱请少年团契来献诗，所要献的诗是耶稣全地主。
讲道，咱请本堂礼和团队来讲道。题目是智慧的锁，仁爱的大，慈神爱所。遮个少年人有足赞的无？吼，咱甲扑啊声，互因，但是演讲互上帝，好无？听因即个台语，就知影真正是对因来讲真正无简单啦吼。啊，毋过因真正足努力咧练习，听讲李祥浩已经伫厝念一礼拜的主导文啊。系啊，所以因真正拢足认真咧练习啦，所以真正爱甲因鼓励，吼，真正足好诶。啊，总是就是继续努力。会愈来愈好，吼！啊，将荣光归互上帝。啊，伫开始之前，今仔日是少年主日，嘛是父亲节的联合主日，所以咱做伙今仔透过何西阿书的经文，搁来一摆来经历着阿爸爸上帝的疼。伫讲道开始之前，咱同心来祈祷。阿爸爸上帝，阮真正感谢你，互阮的教会有即阵青少年，诚侪活力，诚侪有气力的来源，愿主你。来祝福遮个青少年，互因伫因生命中间，拢时刻有主你的同在，甲你的稳定，甲因同行。啊，看顾保守阮今仔日所有的停词，搁有今仔日的讲道，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伫你的圣神的引带带领内底来得到利益。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免。伫今年的即个暑假了后。阮少年团契就要送走5位升大学的即个同伴，对伫团契来讲是真大的损失。总是我嘛期待有一个因会当伫因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内底，会当无孤单，一切拢有上帝的同在，佮继续伫天父上帝的疼内底来认捌家己，来活出自我美好生命的一个价值，为别人也为家己来带来疼甲祝福。毋知影？对于青少年来讲，你感觉团契是啥物？对你们来说，青少年团契是什么？你们可以想一下。另外一个部分，对于其他的兄弟姊妹来讲，恁认为团契对于青少年，也是讲对于每一个兄弟姊妹来讲，这个影响甲功能是啥物？团契对于每个青少年，对于每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来说，那个功能跟影响是什么？教会透过无同款的年龄、性别。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辨，互一群亲像较相像的人，组织诚做信仰的同伴，总是敢真正真相像，一定是无的。总是就是伫即个无的中间，咱才会当看见其中有上帝的疼伫内底。伫即个无的中间，咱还有法度看见有上帝的疼伫即个中间。今仔日何西阿书的经文，犹原是咧讲上帝的疼。伫迄时，以色列到底遭遇着什么款的困境，至到互上帝有遮尔艰苦的情绪？其实伫迄当时的以色列的即个政治外交拢非常的混乱。伫咧长期的即个内部的政权、王权的轮替，也是讲时常发生的即个篡位啊，也是政变的行动也好，伫宗教内底，阁有侪侪的王照着即个宗教的先知，或照着即个宗教内底的祭司。啊，无就是遮宗教的领袖来将即个信仰政治化，透过即个政治化的宗教来掌握因的王权，巩固他们的这个王权，也抵到即个拜偶像的即个代志，伫即个以色列即个国家愈来愈严重。伫咧外交顶面，迄时亚述是一个愈来愈强大的即个帝国。也渐渐威胁到巴勒斯坦，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遮个小国。埃及虽然已经毋是过去迄种强大的大国，总是伊嘛咧透过其他小的国家，因想要来联合起来，来对抗亚述的即个帝国的势力。也因为安尼，以色列即个国家就伫即个亚述甲埃及中间夹缝中求生存。以色列一方面亚述来进攻。
另外一方面，佫偷偷甲埃及讲要联合来对抗亚述。也因为即种投机的政治的操作，直到最后亚述来发现，就受到以色列就受到亚述的遭灭。何西阿先知主要活动的即个期间，差不多是伫主前758年到722年左右的即个时间。伫即个30几冬的个过程中间，恁敢知影以色列换几个国王？完整的数字啦，7个。吼，伫即个30几冬，因换7个国王，咱会当想象即个王国内底是偌尔混乱。一直到今仔日，即个伫11章是整本何西阿书的一个重点。上帝显明另外一种的疼，咱阁会记得顶礼拜我讲的，上帝的疼是对一款？是伫婚姻内底婚约的疼。伫今仔日，咱所看见的是亲像父母甲囡仔的疼。上帝先讲，伊主动的疼，伊将因的祖先主动将因对埃及来救出来。但是以色列即个囡仔时常背逆，甚至愈讲愈挑工。上帝叫因袂当来拜偶像，因就要去拜偶像。明明足奇怪，明明就是上帝一路安尼分条火条安尼陪因行出来，总是到最后，因经历苦难了后，因甚至无承认迄是上帝对因的养赐甲带领。上帝用尽一切的办法，用疼甲慈爱、稳定要来引带因，甚至进入到因的中间来疼因，亲像迄个抱迄个婴仔共款有无？抱婴安尼啊，甲笑安尼。啊，毋过以色列遮的人，因无爱上帝即款的疼，甚至伊假傲，想讲要挖靠家己的聪明，想讲伫即个政治的中间，因会当靠因的聪明去得到真正的和平。总是上帝嘛伫遮讲，安尼战争要破坏因的城市，要来消灭因。总是上帝嘛讲，我哪有可能会去杀恁啊？我无忍心安尼做啊，因为恁是我的囝，我实在爱恁，实在疼恁。所以伫今仔日即个经文内底，我看见的亮光是慈神爱所。即个伫台语叫做智慧的所，甲仁爱的大。伫咧吕正中的版本内底，伊是讲我用人情之绳子牵着他们，用爱之绳索引领他们。伫咧原文中间，即个希伯来文叫做嘿哇等一下哦，嘿 veil， 对，嘿 veil， 好，歹势，嘿 veil， 即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伊是一个复数的名词，是所爱的意思。总是嘛有一群人的意思，一群人的意思。所以咱会当来理解是上帝伊会赏赐使用一群人来成做伊的囝儿的引带甲陪伴，然后伊会当详细用疼的锁仔来引带带领，人拢会当享受伫伊的疼的关系内底。也因为安尼，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两个方面上帝的疼，慈神爱所。第一个部分是上帝的疼甲管教，第二个部分是一群人的牵引甲疼的关系所带来的快乐。所以第一部分，咱做伙来看何西阿书上帝的管教甲疼痛，咱就会当亲身来体会到、明白到上帝伊确实是用父母的疼来疼咱每一个人。我想即款的疼甲艰苦，在座若是有真侪人父母的，应该拢有经历过。类似的情绪，亲像摊单小海长老讲的，伊曾着经历即种的情绪共款。在座的所有做人的父母的，一定伫咧教育囡仔的过程中，拢有即种真艰苦，啊，毋过佫真想要疼因、陪因的一个过程。伫即个圣经的经文内底，咱会当看到讲，上帝伊嘛咧表达讲，伊伫即个教育以色列人的过程中，伊所感受到的艰苦、逼迫。烦恼等等的遮个情绪，所以嘛会当看到讲，其实伫上帝伊嘛有即款的伫咧教养顶悬的艰苦心啦吼。毋知安尼敢有互各位家长学较安慰吼？敢有？我想吼，要用即款的疼甲关系来引带一个囡仔，渐渐来行伫上帝的旨意的道路顶面，原本就毋是一个足有效率、足容易的代志。
其实用拍较紧，对不对？用严厉的惩罚、行刑来教导一个囡仔，一定比听搁较有效率，搁较紧。大家有迄种经验，就是伫厝内妈妈会讲来3、2，恁老是从3、2、1开始数，还是1、2、3开始数？妈妈看到我开始要搞怪的时候，1、2，通常拢会等到2点多的时阵较收啦吼，就是要搞怪到最后一刻。吼，其实吼，咱拢知影讲伫即个传统的教育内底吼，迄若囡仔无乖吼，甲扒两个伫面顶悬来做纪念，伊就会记哩，就知影以后袂当搁安尼做啊，对毋对？总是即款的用行刑、用即种惩罚来做的即款的用行刑，也是讲用惩罚，也是讲用损害因的尊严的方式来教导因的即个方式，可能会致到有2种的。结果会出现。第一种的效果就是，当伊大汉有法度反抗的时阵，伊就会来反抗。伊若法度逃离即个家厝内底的时阵，因就会想要逃离即个厝。所以嘛是侪的遮的学生会伫要考大学的时阵，想要考到外地的大学，就是有一寡即款的伊个过程。其实细汉我爸爸嘛定定甲我拍。啊，毋过当我大考起来时阵，吼，伊就拍袂赢我啊，吼，所以吼，这其实嘛是咧讲，其实这嘛毋是一个永远的方法。啊，第二个效果的是啥物？第二个就是即个囡仔伊可能袂对你的遮个言语暴力啊，也是讲你遮个管教的话语啊，也是讲你遮真掌控的遮个教育的方式吼，伊可能袂反抗。总是一生的即个过程中间，伊可能会产生自我的怀疑，也是讲伫即个行刑中间，伊开始毋知影伊家己做啥物是好的，开始对家己失去信心，最后伊甚至已经失去活出自我的即个勇气。所以，当咱比较上帝甲管教，上帝的管教，甲咱过去受到的即款的即种管教的方式，其实可能会带来无共款的效果哦。上帝的管教袂损伤着生命个体性的即个价值甲尊严，就是即个人、即个囡仔因生命宝贵、尊贵的价值袂去损伤着。上帝的教导是塑造即个囡仔的内心，并毋若只是外在的行为尔。上帝的教导是要互遮个囡仔知影爱敬畏上帝，也因为安尼，伊知影爱尊重家己，佮尊重别人。上帝的教导毋若是要教导即个囡仔行伫正路顶面，更加是需要伫咧保守因的内心，因为咱拢知影，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发出来的。一粒惊吓、受伤、对家己有犹豫的心，要发出啥物款的果效？一粒充满疼、充满安全感、充满喜乐的心，佫会发出啥物款的果效？所以即摆想起来吼，我甲恁讲，我妈妈一定是误打误撞。伊真早吼，就透过我红记记的即个考卷，甲我的成绩单吼，就知影伫课业顶面吼，无法度要求我伤济啦。所以吼，伊只要求一项事，就是我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就好。吼，所以嘛，因为安尼误打误撞，真正一生拢伫上帝的手中啊。吼，感谢主。过去我甲我妈妈吼，其实我妈妈一直讲叫我袂当伫讲台顶一直出卖她。过去我甲我妈妈的关系其实足紧张的，时常吼拢安尼生气啦，甚至是我阁会甲阮兜的门甲拍破安尼吼，就是阮两个冤甲足严重的安尼。伊拢无法度，我讲伊拢无法度，我认为我妈妈拢无法度了解我的感受、我的心情、我的需要。一直到有一摆。玩到最后，真正大家拢忝啊咧休困的时阵，伊常常讲，其实吼，伫阮细汉的时阵，厝内底有6个兄弟姊妹，我妈妈是第2个。伊讲为着要互弟弟妹妹活落去，也是讲因要做伙安怎生存大汉起来，迄就已经有够辛苦啊！佮有啥会管你的情绪、管你的需要、管你的感受。伫即个中间，我妈妈的分享，我才了解，原来毋是我妈妈无要疼我。无要认真看待我的需要，是因为伊根本毋知影要安怎来关心我的需要，关心我的感受，因为伊无接受过的，
伊无法度互我啦。在座的兄弟姊妹，其实咱实在足幸福的。虽然咱现在的生命、生活中间犹原经历着侪的压力，总是咱有机会伫教会内底做伙来彼此学习，彼此来分享阿爸爸上帝真实的听。咱有一个机会会当来学习一种新的关系，透过何西阿书，互咱看到讲，咱甲爸母、甲囝儿之间的关系有另外的可能性。就亲像即张图共款，将过去的伤透过耶稣基督的医治，互咱会当伫现在咱的爸母甲囝儿中间有全然无共款疼的关系。因为即摆的咱已经有气力、有资源，会当学习一种新的健康的属伫上帝疼的关系内底。所以咱会当来家己来抵抗即款的过去受到的伤害，互咱的囡仔得到上帝阿爸爸上帝完整的疼。其实嘛，伫即个疼的过程中间，我相信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嘛会得到即款的疼的医治甲头放。所以团队真正邀请各位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伫咧灵修、祈祷、读圣经的中间，咱真正爱来同心来敲找上帝的教养的方式到底是啥物？上帝是安怎来疼伊的囝儿的？咱会当彼此来讨论，彼此来分享。当咱遇到困难的时阵，咱嘛会当伫咧即个中间，甲同伴、甲牧者来分享，要怎样来用即款上帝的疼来疼咱厝内底的人。亲像咱教会的亲子小组，因伫后一期因要上的读书会的主题叫做“与孩子一起立界限”。这嘛是一种大家透过这个小组的方式，同心来敲出合伫上帝心意、教育囡仔、疼囡仔的方式的一种办法。所以咱必须要有意识的去面对这项代志，就是因为对咱来讲，这一切拢足无简单的，也毋是理所当然的。总是吼，经过侪的时间吼，阮妈妈已经互我教袂歹啊。伊即摆吼，拢会知影关心我的需要。吼，大家拢毋忙，若阮妈妈会当改变吼，大家拢一定会当改变的。因为安尼吼，其实吼，虽然咱毋是伫即个完整的疼内底大汉的，可能毋是，总是现在咱有即个机会，吼，透过阿爸爸上帝的疼来成做合适的对象啊，为着咱的家庭关系带来改变甲祝福。关系的改变是需要咱有带出行动的，求上帝来赏赐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勇气。有信心来去试看卖，要带来关系的果效，真正足无简单的，总是真有价值。所以团队真正鼓励每一对兄弟姊妹，咱着亲像上帝来敲出以色列人的即款的疼，是主动的疼。咱来主动来带出一个敲出即个关系中间的果效。有时阵可能咱一直关系中间一直卡伫一个无法度谅解彼此。无法度好好沟通的过程，也是讲毋知影要安怎教养囡仔，毋知影要安怎来面对爸母的事，咱会当学习用上帝的疼来成做合适的模范。可能伫即个过去的关系中间，彼此有一寡冲突，爱回失的所在，咱嘛爱来回失的。可能是写一张批，传一个简讯，一个赖，可能当面来讲拢足好的。一个有上帝的疼的人，伊就会主动去敲找即个关系的果效，找到当迄种失丧的人。其实伫即个过程中间，虽然咱毋知影咱做遮的行动的结果会是怎样，总是至少咱有做，至少咱已经有努力啦。一个属灵生命有成熟的人，伊会先去主动敲找关系的果效，佮有所有疼的可能性。总是也愿意等待对方大汉成熟了后来接受咱的疼。可能过去咱一直拢咧用家己的方式来教养咱的囡仔，也可能咱的爸母一直用即款的方式来教养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无要紧，求上帝伫即时来医治咱所有的人，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透过学习天父上帝的疼，咱会当重新起造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伫何西阿书内底，婚约的疼，互咱会当看见上帝就算讲是受到反背，
悠然愿意主动挽回关系的疼，是持守伫咧约内底，佮满有慈悲怜悯的疼。另外一方面，佮亲像父母甲囝的疼同款，是诚实来分享咱心内真实的感受甲疼的语言的关系。愿咱拢愿意付出疼的行动，来改变咱甲亲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会帮助咱学习到啥物才是真正上帝的疼。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咱会当知影，谈到讲即个锁仔有一群人的意思，一群人的牵引甲疼的关系所带来的快乐，伫做青少年辅导的过程中间，我时常有经历到即款的机会来发生。时常过去咧，其实我伫母会就已经咧做青少年的辅导。伫即个过程中间，有侪毋知影要安怎的家长，拢会来敲做教会团契的协助甲帮助。其实这是真好的代志，这嘛会当来显出讲教会甲团契伫即种信仰的群体内底是真重要的存在。这嘛是我最近一直伫咧牧会过程中咧思考的一件代志，也就是教会团契甲家庭要怎样彼此来配合合作，互遮个囡仔会当伫因的生命中间得到帮助，得到牧养。也就是讲，伫咧家庭的过程中间，佮有伫教会这边、甲团契这边中间，咱要怎样来分享，彼此来配合，互咱的囝儿，甚至是咱家己每一个人，拢伫团契内底得到牧养甲造就，伫信仰顶面会当得到成长。伫阮的少年团契有一个真特别的部分，就是侪的囡仔的父母，并毋是伫咱的教会咧聚会的，也因为安尼。其实有时阵会面对着一寡信仰的实践甲参与，可能就无一定会得到家长完全的理解甲支持。也因为安尼，团契会当带予遮个囡仔的影响就有所限制。也伫即个中间，我看见家庭甲团契中间需要彼此来理解、认同彼此的需要，就亲像进前。咱主理二校长有讲类似的，伊讲，伊发现主理二的信仰的教育，其实就是伫家庭的信仰教育开始。其实无论是主理二、少年团契、妈仔团契，遮个囡仔，因拢需要伫家庭一直延续到教会团契的一个信仰的模范甲支持。所以咱需要有一个共识，就是咱到底重视遮个囡仔的啥物？对恁来讲，恁到底重视即个囡仔的啥物？是有好的课业的发展，好的工作的选择，好的另外一半的选择。其实这拢真重要。就亲像顶礼拜我分享的啥物，大家会记哩啥物？迄个技能。就亲像安尼，若是咱的囡仔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疼的关系的时阵，伊会知影，伊面对伊的课业。迄是伊的本分，伊要怎样负责任来面对即个课业，甲时间的安排。伊嘛会真清楚知影上帝所赏赐予伊的恩赐才能是啥物，至到互伊伫咧选择伊未来目标的时阵，伊袂茫茫渺渺。佮面对着甲人之间的关系的时阵，冲突的时阵，伊会当学习用上帝的疼来甲人建立关系，建立一个亲密。有帮助，互相有得到利益的关系。也因为安尼，其实咱爱来思考一件代志，团队伫遮嘛较歹势，可能会有一点冒犯的讲。其实伫即个做青少年辅导的过程中间到现在，我认为，遮个囡仔袂因为一礼拜开2天的时间来教会，因的人生就失去所有的机会。失去所有的成就，也一定袂因为因每一天开10分钟、15分钟来灵修祈祷、读圣经，就耽误着因的未来。反倒若长期来看的时阵，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就是有信仰的囡仔，伊伫人生有苦难的中间，
因有上帝成做因的倚靠，互因无直到死志，完全失去毋望，然后来行歪错。其实囡仔真容易就法度脱离咱的眼睛的控制，也因为安尼，咱伫细汉的时阵，拢时常做一寡爸爸妈妈毋知影的真奇怪的代志吼。细汉吼，我要翻墙，要翘课去打网咖，结果伤大箍爬袂过，最后吼讲老师我头壳定请假，即件代志我妈妈佫毋知影。其实吼，有时阵伫爸爸妈妈的眼睭前会看会到，总是伫背后恁看袂到啊。看袂到的时阵要安怎？其实若是伊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伊家己就知影有圣神的提醒啊。当要爬过迄个墙的时阵，就说袂使吧，这毋是一个基督徒要做的代志吧？我就可能会落来。迄当时我就无吼，甲上帝无亲密的关系。所以吼，其实若是一个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的囡仔，就算讲伫恁无看见的所在，伊永远会选择要做对的代志，做为家己负责任、荣耀上帝、敬畏上帝的代志。也因为安尼，因的生命会生出节制甲谨慎的即个品格。所以若是安尼，其实教会甲团契的责任就真大。咱着爱尽一切的可能，互上帝的疼实践伫咱的中间。对我来讲，青少年的事工其实就是陪伴即群青少年，伫即个过程中，做伙来体验着阿爸爸上帝的疼，互因透过牧长同工兄弟姊妹辅导的疼，伫内面来看见天父上帝的疼是真实存在伫因的生命中间。嘛，互因了解啥物是上帝的疼，啥物是上帝所设立的界线，啥物是上帝所欢喜、上帝无欢喜的代志。一直到因离开到团契，到因的生活中间，到一个新的关系中间、新的学校一场中间，因拢知影要怎样活出信仰的品格。顶礼拜吼，我之前伫宝会带过的即个青年，伫咧工作上遇到侪侪的困难。所以伊就甲我讲，敢会当敲电话互我。伫迄个过程中间，阮两个讲差不多2点钟的时间，伊咧甲我分享讲，伊即马正做一间店的头家啊。伊足希望会当将过去迄种团契大家的关系，带到伊甲伊的员工的关系内底，会当做伙来学习，做伙进步，彼此毋是干那看利益尔，是大家做伙来进步，为着即个店的即个目标来跑走。总是伊伫即个一场顶面，你发现讲要实践即种信仰的疼，其实是真困难的。所以伊感觉足实际、足艰苦的，伊就敲电话来甲我分享即件代志。伊讲吼，有一天吼，伊就是伫即个上班的时阵，上甲心情足歹的，伊就挑倒爱去徛徛的。啊，伊讲毋知安怎徛去教会，我的母会。啊，结果伫遐嘛撞到一个阮另外迄个青少年，伊嘛毋知是安怎，因两个伫教会拢拄着安尼。啊，因两个就开始坐伫遐分享彼此即马生活中面对着的困难。伊伫即中间，伊甲我分享讲，伊甲我讲，浩哥，你敢知影？其实伫迄顿因两个讲到最后，因两个讲，伫迄个过程中间，我咧陪伴因的迄个疼，互因感受到足深的感动。也因为安尼，因感觉讲，即个物件到现在拢一直影响着因即摆生命。伫咧一场顶面想要甲人的关系，也是讲因即摆学习一个新的即个目标，因放伫心内的一个方向。其实，原底我想讲，即个电话是我要鼓励伊，等到即个电话是咧鼓励我。可能伫即个带领青少年吼的过程中间，其实有遇到侪侪的挫折甲失败。时常我拢想讲，惨啊！青年，互我愈带愈少，毋知互人减薪水袂？嘛是讲，是讲，我时常安尼看到遮个囡仔愈来愈少，我嘛感觉一直思考到底是啥物款的问题出伫地，也是讲要安怎做才好。其实这是我甲伊恁两个伫生活中间讨论上济的代志。总是即通电话敲电话来互我的时阵，我感觉上帝要来提醒我一件代志，就是过去所付出的疼，拢无白白的浪费。即份疼甲即份信仰，会当帮助遮个青少年、遮个囡仔，当因大汉的时阵，去到一场的时阵，因愿意保持因心中的善良，因愿意保持即份疼
甲关系，伫因的未来甲人的关系，甲人的因的未来中间。所以我真正足期待咱的团契会当成做遮的青少年彼此相听的实验的中心，互因伫即中间学习彼此相听的功课。可能过程会受伤，可能过程中间会受到一寡的惩罚，总是伫遮的背后，拢是为着要建立上帝无条件、完全的听伫内底。所以伫即中间，我嘛是一切的困难来思考，嘛邀请大家做伙为着青少年团契、囡仔团契、主日了，咱做伙为着遮的囡仔来带导关心，互遮的囡仔会当伫咱的听、关心、带导甲奉献内底，有一切所有的资源，会当伫上帝的听内底大汉起来。所以结论来讲，阿爸要上帝慈神爱所的听，就是帮助咱来思考这份选过的听的关系。伫上帝的管教甲听堂中间，咱需要先家己来经历到天父上帝真实付出的即款的听，互即份听成做咱伫亲密关系中间的准则甲模范，互咱的家庭关系先互即款的听来改变。也透过咱的学习甲顺服，咱先甲咱的亲人的关系，得到对上帝来的祝福。这是第一个轨道。第二个轨道就是啥物？另外一方面，咱嘛爱来成做迄个听的群体，彼此相听的教会，互团契、教会同心合一，活出耶稣基督有包容、接纳的听，总是嘛是有原则、有界线的听。即份听的关系就会成做一面镜，互咱看见咱彼此生命的欠缺，总是嘛伫即份听内底，只要咱愿意来改变，咱愿意来悔改，咱就会当得到完全的接纳甲帮助，为咱的生命带来改变的可能性。所以伫少年主日的即个礼拜，团队要邀请所有在座的兄弟姊妹，特别是家长。佮互咱的教会、互主日了、互团契一摆的机会，鼓励咱的囡仔来到团契内底，互因有机会伫上帝的听内底来大汉，也邀请所有兄弟姊妹，成做阮的同工，伫囡仔的教育顶面，咱做伙来为着因来祈祷、关心、奉献，当详时嘛来认真看待因甲上帝的关系，咱真正需要认真看待遮个囡仔甲上帝的关系，因为这份关系才是一生因带因行无歪错的道路上大的祝福。这时阵，我想要来甲大家来分享2首诗歌，嘛代表是团契要怎样伫这中间做伙领受阿爸爸上帝的听，成做咱的祝福，成做阮每一个人的祝福。这时阵要甲大家来分享，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爱，跟旷野中唯一的力量。天父上帝的听，真正会帮助咱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遮个青少年，伫因的生命，因为经历着上帝的听，因来得到改变。咱做伙来唱这2首诗歌。永不会改变，永不会虚
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心事的天父，我依靠你。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虽然可能伫阮细汉的时阵，阮经历着侪侪无合伫你心意的教养的方式，总是现在，阮伫教会听见主你的听，是遮尔啊美好的时阵，阮就想要来敲找这份完整、完美的听。主啊，你若是阮的阿爸爸上帝的时，阮恳求你，当阮敲找这份听的时阵，主的你的听。就来充满阮，来医治阮，讨帮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伫你的听内底，阮的性命得到完全的医治，全然的改变。这份改变，毋只是阮的性命得到改变，阮的家庭，阮甲厝内的人的关系，我甲阮亲密的人的关系，嘛要因为领受着主你的听。阮遮的关系嘛，要得到医好甲改变。亲爱的主上帝，当阮祈求的时，你的听就透过圣心来充满每一位在座兄弟姊妹的心，特别要充满伫遮的青少年，因的生命中间，当因伫人生的旷野的时，当因有失志、失败、艰苦的时，主你的圣心时刻成做因的安慰甲帮助。互因知影这个失败袂压砍因生命真实的价值，这些失败不会影响他们生命发出上帝的光芒。主啊，我们恳求主，你更多的来祝福在座的所有的青少年的孩子们，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因着领受从你而来的爱，他们生命可以绽放光芒，成为他们自己。成为他们家庭，在他们的学校，在他们的一切事上的祝福。主啊，求你来祝福这些孩子们，真的让他们在找寻生命的过程中，看见主你牵着他们的手走每一步。阮真正要将这个囡仔拥抱在主你的手中，这个囡仔拢是所有阮在座兄弟姊妹的囡仔，拢是阮的责任。阮时常就爱为这个囡仔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主来带领充满这个囡仔。阮这一切拢是阮深深的恳求，愿主来成就祝福文山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特别是这所有的青少年。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83首。上帝是我天父，上帝是我天父，我天父，我天父。上帝是我天父，伊照顾我。咱请起立金泉首。上帝是我天父，我天父。是我的主，你可是我。
请坐，即时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若是你抑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坐。是来报告吼，咱报告进前，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两遍，伫周报的第2面，请。因为恁捌死，也恁的活命甲基督三角放伫上帝。哥罗西书3章3节。因为恁捌死，也恁的活命甲基督三角放。哥罗西书3章第3节。咱来看下周的圣工分担。后礼拜领唱是蔡杰欢姊妹，属礼是谢依红执事，属琴是张林贤兄弟，献诗是献歌队，属献郭金敦执事甲曹明祥执事，交代郭金敦执事甲林春豪兄弟，音控许承恩兄弟甲陈佑珍兄弟，讲歌是科牧师。拜三的查经祈祷会经文是格林多前书第11章，主理是理和团的，书会是李尔伯执事。下主日的礼拜经文是士师记15章第9节到15节，主理是科牧师。其他的经文，圣诗咱请家己来参考来准备。咱看教会消息甲报告吼，第6页。第1项，今仔日是主日是举行父亲节的联合礼拜，咱祝福每一位爸爸父亲节快乐，愿主祝福满满。那教会有送每一位爸爸一份父亲节的礼券吼，礼拜了请伫1楼来领取。第2，
因为8月8號是拜五啦吼，所以咱教會拢會提早吼，今仔日慶祝這個父親節吼。啊，聽講父親節，但出去食飯都是父親啦吼。但是吼，我較意外講阿爸爸，咱講上帝，咱講阿爸爸上帝，所以我較意外講阿爸爸，這是咱對咱的爸爸的稱呼吼。所以這時要邀請在座所有的阿爸爸，每一位父親，請起立，要為恁來祝福。願上帝親身看顧，互咱每一位阿爸，攏會當有上帝的賜福。來，咱同心，還佫有無？莫客氣哦，對咩？好，咱做伙為着咱在座遮的阿爸，咱來為因來做一個祝福的祈禱，咱同心來祈禱。全能的上帝，我感謝你。天父，你是阮的阿爸爸，你嘛想是互阮有在一個世間的阿爸，互阮伫每一天，阮攏伫伊的保護看顧下面，阮漸漸成長。按照你祝福在座每一位阿爸，互因過去所領受的恩典、領受的祝福，互因伫家庭中間所付出的。拢懇求上帝，你親身甲每一位阿爸同在，想隨因有一個勇健的身體，想隨因甲上帝你有好的關係，想隨因每一天攏會當牽條着主的應允，跑走佇主為因備辦的道路。我懇求上帝你看顧，互遮的阿爸因每一天攏有屬天來的平安，攏有屬天來的喜樂。互因伫因的家庭的中間，互因伫因的生活的中間，互因伫因的工作的頂面，每一天、每一個時刻，攏有信心、親身的引帶保護，將遮個所在座所有的阿爸，攏仰望佇主你的手中，願主深深賜福，同心祈禱，靠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好，咱閣甲遮在座阿爸講一句，阿爸。生日快樂，父親生日快樂，阿爸快樂，阿爸快樂。來，請坐。好，咱接續看第2點吼，消息報告。今仔日是少年主日吼，有咱少年團契來帶領禮拜，咱請咱繼續為因來祈禱，求主賜予因智慧、能力、平安、喜樂，佇團契的生活中繼續經歷上帝恩典。第3點，下主日禮拜，8月10號，咱舉行聖禮典。迄天的聖餐的奉獻要為着仁安基金會吼，那介紹佇咱週報第7頁，請咱兄弟來準備心。第4點是社青小組生命成長的課程吼，下主日8月10號拜日下晡1點半到4點，佇咱大間的會議室來上課。第5點。書記的福音隊8月12號到17號，咱瑪納團契、少年團契要佇書記聯合的福音隊，咱今年是第3檔吼，去前往南方兒教會來舉行福音隊，那請咱兄弟做伙來帶導，祝福因有智慧、能力、穩定，佇籌備的過程攏順利，用行動來回應。耶穌基督的聽，咱嘛為着繼續為着軟弱的肢體來祈禱吼。咱8月9月嘛有信仰的課程，日期甲時間咱請家己來看。歡迎想要洗禮，也是對信仰的道理要有興趣，歡迎來報名參加。有補充？新來的朋友無？好，咱這是來行平安禮。
请咱游园徛地，做伙来吟祝福的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吟诗煞，咱请科牧师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愿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毋忘，愿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麦倒。这是礼拜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